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粒这个字本身有真侪意思，今仔日咱会豆豆来解说。先来讲节目内底有讲到的。上涉就袂粒，涉是40的合音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查甫人若40岁了后，尿咧紧，就较忍耐袂调，一定爱紧去找便所。而且，粒有揪起来的意思，就是讲爱出力，互咱的筋肉缩复严，安尼才有法度甲屎尿忍好调。简单讲，就是粒屎粒尿安尼。火若冷去会揪起，咱嘛会当讲火粒补。第二种是有条纹的意思，亲像面粒粒、目睭皮粒紧，嘛会当用伫衫裤的裁缝方面。像讲囡仔时，有个人的学生裤会去互裁缝师傅做，差不多拢会粒紧。这个粒紧，就是甲布凹好一撮一撮小塔。搁甲填起来，就会有较芳的花痕。毋过奋斗的，就会较请邀请伊去办公厅开讲。搁有一种是互搞去、互掠去的意思，亲像讲新魂去互妖精掠去，互鬼、互魔神掠去安尼。搁来讲到钱就掠去，是咧考试迄个人当算，听到爱出钱就揪去安尼。台日大书店有收一块词，叫做粒屎鬼，嘛是这经体人真咸，咸搁涩，真当酸，真有趣味。这嘛摕来和各位朋友分享。最后要介绍的是乌白生话的意思，明明就无，硬要讲甲有，白白布硬要甲捏甲乌。咱话会当安尼讲，无影无食的话，莫乌白粒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